有一寡店家因卖物件无一定是真特别，不过对真侪人来讲，伊卖是一种口味、一款记忆。伫新竹市有一间开35年的餐厅，被堪疫情影响，决定咧7月底要收起来。真侪在地人讲是真唔甘。原本热闹滚滚的餐厅，中昼食饭时间，人客也无偌济。这间在新竹已经开35年的老店，这站受疫情影响，已经决定7月底要关店。很可惜啊，我前2年才看那个在才看那什么，它就要收起来了。因为这是老店，而且它有优点就在室内，还有停车场，它服务又很亲切。这间大型餐厅2层楼加起来，会使坐上千人，甚至坐在地人请人客的选择。当然，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结婚捌第这，也在讲疫情对餐厅的影响实在真大。这2年半基本亏损1个月是大概150万左右。那我们只算是中等的餐厅、中型餐厅。那我相信非常多大型餐厅基本应该都是300-400万起跳了。我们也想撑下去，不过现实真的是比较残酷的。受疫情影响，未少餐厅的生意一落千丈，愈大间愈凄惨，不得已收起来。在地民众拢感觉真唔甘。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。